这是高手。哇，这是高手。可以再练。怎么？哦，小郭，今天是这么大的天啊！对呀，我今天有点饿。这么大的天你能吃完？我能吃完。你那边我也吃了。我能你能吃完？对呀。我天！你看你多少？有些事却又不敢想，无法选择，爱没爱过，像日常。也许我早就会看落。只是我是会思考。啊，要不我还得要。这是我的。哎呦妈！